Hello，我而家係香港霹靂舞代表隊成員，我係叫 B-Boy Fing 啦，跳咗霹靂舞19年。霹靂舞對我嚟講係一出冇句號嘅電影，我唔會限咗一個日期話我跳埋下年就唔跳啦咁樣。可能我去到80歲，如果仲喺呢個世界上面嘅話，我都仲係會跳霹靂舞。我自己有一個信仰，我係好中意聽音樂，同埋我覺得係音樂治療咗我自己個內心。然後我喺跳舞上面一定要同音樂有掛鈎嘅時候，我覺得係音樂令到我振作翻起嚟。嚟緊我會俾自己一個目標係爭取代表香港去全國運動會啦，同埋26年嘅亞運之後，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好嘅教練，去教多啲下一代、新嘅一代，繼續更多人去參與霹靂舞。如果我可以留一個説話俾未來嘅自己，我會想同自己講：多謝你堅持到依家。